อุปอีอุปการจิตที่จับจิตจะได้สาจับอีแดนในที่เต็งแล้วการจิตว่าไปกล้องลั่นกล้องแล้วเสียข้อสอใจแล้วกล้องโจหลังแล้วขณะลั่นไปกล้องอ่ะบอกจะอังกองล่ะจะได้อังกองหยกจะเกี่ยวกับหยกไก่มีทำให้สูแต่ตะลังอุหยกคุยอุตาปออุจาบอ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การจิตว่าไปกล้องตัวสีคัดแก่อังกองตัวที่เสกันที่จะเกี่ยวกับเตสินจินยาเจไม่แก่แล้วว่าธนาสิกองสิกันแล้วสิจะโลเดวาวsoจะเลยหลักหยกหลักจะเลยควายหลักหยกไก่เกี่ยวกับอีหยังตะเกียเกี่ยวเดวาสิจะอังกองไรแล้วอีหลังอุเจตาปอชาบอ第一個就是叫做四大金剛大的天頂，第二個是叫倒立天，咱的天光大喺嗰邊，第三樣就是叫做夜摩天，即個夜摩天真正濟人無明白，伊才講入即夜摩王，唔是夜摩王，即個夜摩王到底即個地基嘅伊人是白力白好款，伊人是啥地神安尼。特別即個到底夜摩天，伊較懸過天光，佫較水嘅白較油。即個是夜摩天第三，第四是倒數天。咱嘅即個密迦布達，伊做菩薩，伊天台迄邊9月點聲會落來。แล้ว咱係是達到太祖嘅嘛，生7日後，แล้ว伊去出世迄邊叫做倒數天，就是大海灣。แล้ว第5樣就叫做化樂天。上面硬講老咗直直變化，呢是第5樣。讓直直滾，直直水，直直滾，直直水，直直老咗呢。แล้ว第6樣就是講啦，巴拉尼米達瓦沙瓦蒂地瓦，這個就是講咱這個東南話叫做主宰天。伊這個硬講伊真正滾，伊袂蝦米物件，把你硬講變互伊唔使變的。我袂蝦米物件，老人就做好咁了。所以伊這較懸，แล้ว蝦米事伊人咱叫伊做地瓦，即係隆重去出世即係天頂啊！蝦米事咱叫伊地瓦，因為蝦米事即係古地瓦就是啥物啊？即係眾生漸漸對流咗即係六根，即係六根嘅享受，目睭嘅看水，耳仔要鼻聽好好嘅，鼻孔要鼻芳芳，喙要食好，骹手要動。水嘅骨嘅啦，蝦米攏總這個了，啲這六根嘅享受，漸漸之對，了所以人，咱叫伊人做地話，了伊人本自己咁流咗呢，佚佗流咗佚佗，咱這邊做啲世間佚佗，特別有9點聲，老人有嘅就要去煮食，有嘅就要去趁累，特別陰邊唔使去煮食，唔使去趁累，唔使讀冊，漸漸佚佗，所以伊人正是。enjoy 大痛，因為蝦米事伊人會當大痛，就是因為到啲世間嘅點聲，伊人會曉食，會曉直直做隻好音本口，即係即個做隻功德嘅事，即好嘅事，道德嘅物件。所以今日你看，對啲大陸咱要知，對布施、對受戒、對戒善，就是即因為你看有個人巧一本布施。所以這個布施咁了，攏總就是一啲正嘅福氣咁了。所以咁了，呢個出世就是上家講，伊到啲世間嘅是大災嘅規矩，今日伊是大痛，咱袂使笑伊人，因為伊人有災。所以人咪希望愛去推廣本事就災。特別我俾講個老人聽，你唔通想講大啲天頂衝過頭，他講你看有個人講衝甲死本有。所以這個咱要知人啊，像咱世間的人，自己講啦，贏的是啦，佚佗 games 咧較老的啊，要去運動啦，較老的未運動安怎做？伊看 TV， 伊玩麻將，แล้ว有的看 TV 佚佗 football， 佚佗 badminton， 伊自家看這個老雀，伊人迄邊本是常常安尼，愛定愛老雀。講起來啊，這個地話有3款的地話。頭一款的地話，在福建再來講，三木地地話是正是咱人，特別來出世啲這世間的伊實個王公安尼，這個是啥物啊？王囝王孫，才出世啦做王，你看其他路人厝窗啊，互伊行，然後其他路看人過伊，就
有motorcycle 看路三顶，就大粒人来，所以人像个地话呢。特别你看伊人嘅歹命，真正，伊要大街路边要苦食过条汤袂使食嘅，所以人分一个苦啥了，隔了要拄 official 啥，渐逐项过头特别啦，其他路分人对条看条，伊无讲自由谈其他路较特别，想讲虾米物件要去食本袂。所以一个三木地的话，到底世间就是讲啊，有的人是王囝王孙是做王，有是做 princess， 有的无做王，但伊大来出世是大富王的囝儿，迄个是啥讲咯？要真大粒的迄个大富王做生意，然后大的，这个本是啥三木地的话，你看伊人厝大间，aircon， Mercedes 摩托车两三顶，囝一顶，某一顶，伊一两顶无得着。啊，无楼山有，下底有，甲了，这就是三木地地话。有当讲，伊人本有做好，这是今日大看伊人伫大享受。第二款呢，有八地地话，有八地地话就是正众生死了去出世伫天顶的，这个是叫做正实的地话。个一号款的地话是วิสุทธิ地话，วิสุทธิ地话是本是啥咱人。伊行路前去，伊坐禅甲300伊谈了4个罗汉，伊正是地话，伊未做到一点的垃圾，真正清气。为师弟就是讲啊，清气清白人啊，咱会使叫伊是地话，较济是4个罗汉的人才会使叫安尼名。咱今日要讲的经是有八地地话，正实大伫天顶出世的人讲这六八地地话，正实大伫天顶出世的人讲这六言呢。咱这边啊，大伫这个世间人大，了要去甲四大金刚这个位，大伫人的所在，咱的隔壁正就是讲四大金刚伫顶面，所以咱今日啊。伊是咱的 neighbor， 隔壁厝的人呢，则来想讲，来提载伊人安怎样？所以我无得着去较慢，我讲故事互人听几若条故事。这篇故事是这个了武大讲的，了你看，伊人红光是红光，伊人本你看有过这红光，你看伊人会起升地安怎样？有的人本是欲火真正济。所以你听慢你听看，无得就今日讲袂了。做四大金刚啊，你人看哎呀，淡有咧私心啊，特别正四大金刚无安尼看了惊，你看伊目睭大绿大咧，虾米物件鬼啦虾米，这里四大金刚是真正水的红光，伊人油的目真正水。了有一个虾米事，咱叫四大金刚，伊有东南西北。东南西北有了一个私心，伊叫做景来做王，一个有人管一角，了伊的名，这福建的材料，伊人渐逐过，真正这条经，伊人的名有达特拉达，伊逐过是管是叫做中平的，了伊大的天顶啊，阳平啊，伊管，伊是做王了，伊个管个一号神，这个神叫做甘达巴。干达巴本是一路在大伫世间的有一个神，伊是红光来，特别伊无虾米大天顶，较以为大天顶，咱本会叫干达巴。前下久啊，捌讲这干达巴，伊人逐个爱大碗胖的物件，长啊胖啊，是拢问啊中巴问啊丹容，真正济人有的人伊目睭啥人讲会看到物件，伊人个爱看到。白的人，虾米白起白落地长，这一只正是干达巴，较顶个只讲长，互人听。这达就是中平的红光，四大金刚四个，达是中平，维鲁哈加就是伊啲大啲叫做少是叫做南平咗，少是南平。伊做王伫南边，嗰只维鲁巴加，伊是管只叫做灵王，啥咱叫海灵王虾米个？伊大伫西边 West Side， 了古维拉伊这个第四个啊，古维拉还是维苏瓦纳，伊这个大伫北边，了伊管的
伊管的这神就是叫做亚卡，亚卡是有诶好诶，有诶歹诶。睇到我一项讲拆出来，这个四大金刚啊，伊人去管的红光，有了几哪项，有了这个actually是叫8项款的红光，人听看。布巴达塔是这个逐个到啲山神啊，即啲大山啦，即巴的物件啦，了坑物件，即甲了有神有红光，有时有诶人去piknik啊，去搭路去四山乱做，了转来就还，有时去四山帮西帮右，所以这个意思做着这个这款的神了，有当时较有事。嗰一个是阿加萨达，伊人是大啲，伊人大啲即个 space 的位，即空的位，伊毋是大啲即个山地，伊人大啲啥 space 空的位，伊人下面有厝有虾米，咱看安怎大啲无半项，安怎伊人的即个厝会浮进来，伊人是 another dimension。第三项其他巴多西加就是就好看人讲，就出事就多啲天顶啊！啲老雀，啲墙上，咱讲有时咱会惊咱，哎呀，红烧甲未讲，对我来啲佚佚无下，食饭本无来食，长一本无来食，伊啲老雀佚佗，伊本红光本是安样，因为佚佗伊来出事做红光啊，大项甲了 special， 伊啲佚佗甲三摆伊未去食。红光的上古真正有，咱若是未去食，上加咱枵，伊人会未去食，本无毋知。了第二项啊，佚佗的点声，伊的心渐大啲咧佚佗的物件，了不到枵伊毋知，咱伊说死，所以真正一个红光有时啊，上过头，佚佗了，慢慢久无去了，化去了无。这就是讲起来，伊就是佚佗 overplay， 伊福建界面 overplay， until 伊未去食饭。嗰一个。曼诺巴多西卡，这曼诺巴多西卡，嗰就款人讲，伊人大啲世间本正真正歹生地，特别有个人讲歹生地的人心肝好，了无定着伊人本是大啲世间本是歹生地，特别心肝好，有做好，所以去出事人讲，了有只出事啲天顶啊，看到这绿金的物件安尼坐，了无定着啊。像讲较无好事啊，起生地无得着烧井，还是讲错红去虾米？但伊人起生地，本事，虾米事？这起生地的事，你人看，一个人若是起生地啊，伊喙大，伊未困，and then 伊上古行，你看若是讲起生地啊，下手本会准，面本会红。这个是虾米啊？生地火真正济，了伊人红光的肉真正油，即起着伊生地相关。像阿毛啊讲啊，伊是 hyperpyrexia 是虾米啊？伊热冚过头管烧着伊脑了伊是，所以嗰一号斯达瓦拉哈加是就有款的红光，伊逐个爱过即个风。那是伊爱做风冷，爱做风热，嗰就做风热诶，嗰是白话人讲温夏瓦客家。啊，即内人讲伊逐个是爱做即个风冷甲热，伊人 control temperature。嗰落来嗰内一个真理嘛，地瓦达，嗰只苏里奥地瓦达，即个就是人讲大啲鬼诶，是做真理嘛，地瓦达。那大啲日头，你看呢日头，伊人本有红光啲大，即个甲了大啲日头诶叫苏里奥，我拢总一个甲了8项的红光是咱的四大金刚啲个伊人。落来个即个红光会拆分做3号款，头一号款叫布玛达地瓦。布玛达地瓦，伊人就大啲地啦，大啲即个世间飞来飞去，有诶行来行去。嗰一号款诶，卢卡塔地瓦达，这就是长神。咱诶长有红光甲了，了这长神本有2号款，他跟我只讲。了第3号款阿加萨达就大啲即空诶所在，所以
这坑的所在呢，大啲这风呢本有红光，长位本有红光，地位本有红光，这地上这山啦、这坑啦、这个了这山坑啦，咩个了有红光。落来咱来我听这布玛达地瓦达，就是讲一个大的地红光，这地红光伊人大到落山啦、坑啦，了一个啥讲 cliff 啥讲咧，真正行的山江，这湖，这大海，了有时这个山，这 underneath the earth。土一地本人有大，像有的所在伊人像大啲地一地啦，了伊人爱大暗，光景长真正济，了有当时大啲边啊啦，阿厝尾啊，有的人的厝像讲伊做像顶安尼了入去啊，阿厝尾啊，就是讲像入去像一个叫做一 arch 啥啦 ，coronation 人起基路一个 arch，像平本红光爱去大。了 houses 人的厝，即像咱的厝先啦呢，真正济只大啲这边，这是叫做大啲地。了有的大啲这山，伊人参物工课，伊人学这保的长，了有的所在有这保石保虾米，伊人教，了有的人去，你无福气，你袂摕，你来有福气，你摕了转来有事，本是袂趁了，所以伊人教一个 treasure。所以有福气的人才会趁摕，无福气袂摕这物件。福气伫倒落来，对保险来。了第二项是拉卡塔地瓦，这拉卡塔地瓦是藏神，藏神有2号款，1号款的大啲长的顶面，你看长的顶面是空的所在，特别伊人有厝，伊人有 mansion， 迄厝个是金当当本有。了个1号款的这藏神，伊是大啲歪。大啲玩意伊无厝，迄个树长是伊的厝来，所以这个叫做就好2号款的藏神。伫这边我讲一条地互人看，有一日不到头在回翔啊，四山大，了尾来不到互人，在回翔，你人来想要打厝，要啥厝囝，啥种 meditation hut 啥物，你人会使去打。这些的厝囝咪会使去打，所以这个非常就听到会使去打呢。伊看到一个树桩安尼水，了伊站咧树桩，这站落去咧藏神出现来看，了咧藏神佫有一个囝抱条条，伊交伫互咧非常看到这个囝，万家，你毋通站我这个厝，你站我这个厝，我有一个囝，了我的囝甲我老人要去倒落无通站，了佛教的时。我人这个我人咧看落会上袂使站长，袂使撮草，袂使安尼，所以佛教无安尼条规，无安尼条规了会上会使站啊。所以伊讲啊，我咧会上甲这个藏神讲啊，我无别个长了啊，这个长了我爱，了伊举个包头起来，了这个藏神就想讲，哎呀，你看我讲伊卖咧，我调伫海外囝伫面前。了伊定就唔敢剁落伫外囝，特别伊包头扬起了，伊受了落，了伊个即个藏神去害伊囝即个换袂赴，了噗剁着伊囝手断，就剁着伊囝手断啊！伊起身地啊，伊那藏神来起身地，伊带即个回翔，随伊死，特别即个回翔个想者，哎呀，即个是回翔，伊有阿爸。我来去导互武大听，了伊随会控制伊的圣地，伊打汉去的圣地，了伊就去讲互武大听，我安尼，这个回想我改讨买，了伊看他剁着我囝手，了伊去讲安尼呢，武大学落去沙度，安尼这条经就是武大这条诗，有为不把地汤过当。Natha bantang wadaraye tamahang sarating brumi lasming kaho itaro jano 这条诗武大条啲讲互你藏神，你安尼搞圣地啲起了，你会控制，你像个一个人搞看马车，随会搭咧什么都甲。
emergency brake 真正搭，真正快。安尼款的人，就是讲啦，真正牛的人。伊讲人身体伫起，了未控制，未 stop， 未搭 brake， 未接，伫起了爆炸。就路行日真正牛，咱不得念这条诗，就是讲安尼，人若是会晓顾这身体。身体看到一起，特别女人若是会控制女人的身体，会 control， 会搭 brake， 女人是牛的人。安尼伊讲这条诗呢，噗一个红光成一个罗汉，啊，这成一个罗汉了以后，了不得嘛，还没收了后，伊讲我趁了无厝，了，拄拄好咧暗的边啊有一个章，你看安尼一个章，甲了有章身，所以不得看到迄一个。迄一个长灰的长神死了，火烧搞了，所以迄个长无人，所以不得讲啊，迄个长无半个长神，无半个神，你去大，了伊去大着咧，这台湾啊暗啊，甲了而且长神，甲了是个是真正有力有力的，因伊是一个小长神啊，特别因为不得好伊这长长啊，所以达的这个这长神较有力的，唔敢做乱的，因真正尊敬这长神。所以这个我就对讲，那 after 这条树了，不到出了这条规，讲非常袂使也多站长，袂使慢一长少本袂使，草本袂使慢。所以这条规，这条这个纪律，本是因为这个长神的树，把你才出。第三项是阿加萨达地瓦，在伫这个空的所在。space 的所在，了大啲这个日甲月甲青，前边甲了本有这地话，因伊人前边甲了啊有这个红光的厝，甲了是这补助，7个补助，若是讲伊福气较薄，有6户款的补助，较濫的5户款、3户款、6户款、2户款，无得少，伊甲了是9户款的补助，安尼伊是较低红光了。然后农庄甲了是保物件伫做诶，了这个四大金刚本有高见这个大妈我讲，这亚卡啦、甘达巴啦、古班达啦，跟那个，这就是讲啊，这个神大伫这个世间诶位，有诶真正好，有诶真正歹。And then， 他那我要讲啊，大伫咱诶地要搞个四大金刚。苏眉山大伫东岸，这个苏眉山有5岩，头一岩就是亚卡大啊，头一岩是叫做那嘎是一样，咱当人话讲灵，其实伊毋是灵，伊是啥抓神，真正大诶只会抓那嘎。了第二岩就是贡班达就本是一个神，加肥，一路目睭大哩吐起来。土的这个本是一号的神，本是有好甲有歹。了第三岩就是甘达巴，但嘛我讲伊爱大啲芳的所在的，基本是有好甲歹。了这亚卡第4岩，了第5岩就是四大金刚大的所在。所以这个5岩啊，咱人要去到这四大金刚的所在，天顶就要过这个5岩。所以头一岩就是叫那个就是这个，咱有的人叫灵王、海灵王。这海灵王本有2号款，一号是地，一号是山的。你看，像咱这世间蛇本有2号款，一号款是大伫水，咱叫水蛇；一号款大伫地，叫做地蛇。这个一号款的神啊，这叫做那嘎地哇，伊人真正。伊人达咧较济会晓这个嘎塔就是啥物啊？伊人念咒真够念，伊人念的咒是讲，甲了有行动力的，所以伊人念咒了，伊人会变，伊人会上久。所以有当时，你若是大伫巴，不管是有时你看到来路的物件，正是一个哪个变的。伊无爱出来，有时伊出来啦，伊出来啥大蛇，你看，哎哟，按照这大巴有安尼款的大蛇，其实有时是这个神做的，是神。了你若是未晓你去拍，去啥物，等你去拍着红光，也是惨。
所以有诶伊按照伊出来呀咩？伊感觉伊来看世间诶点啥，来参加人诶点啥，伊来变做人，伊用伊即个牙塔变做人，变做狗、老虎，有时狮，有时鸟，伊会咁变啊！了参出来了，你唔知你看，有时你看一样，若是未晓人就四散去做，都是有大啲巴，你看人去做茶头诶人啊，伊人虾米物件挖物件，伊人无四散做，伊人讲啊，我人做大啲即大巴诶物件，虾米物件我人无做，是因为即伊人知。有诶去做无，我也无食，了对来有事即安啊，就是这就是讲去做着才行。了即个四项，淡薄我讲诶，即个叫做这神啊。伊人真有诶歹诶，真要歹，了自己渐有事，咬落来咬落去，拍来拍去，and then 伊人要渐做乱人。有当时做乱人啊，三摆。真正济人破病，才着晕。你人读即个拉丹那苏达，逐个有时若是你看西落话，逐个会常念即个叫做大经，定着拉丹那苏达，定着有字。即个拉丹那苏达，伊就讲啊，即个所在叫晕，了自己死着算情人，佢就是药口来个了，大只人，死，自己算情人。了佛经嘅再来讲啊，若是讲一句，若是有拜这四大金刚，伊嘅即个运会较直较无，因为即个药卡，甲了即四个恶命，甲了是即个四大金刚的关。就咱即个人要看即个灵啊，本有两款，有一号款一心佛法正。有一好款，伊无善佛法正，无善佛法正个不要紧，渐要做乱即个拜佛的人。了咧，若是善呢，伊斗骹手拜佛的人，人做好伊斗骹手。上个咱世间的人是安尼，所以这边我讲一条告诉人听，这布达加萨巴的点上有一个回响，了伊坐船了一船。过伫海边，就是港边了有一个章，用手去nghiệm咧章的叶，这章的叶特别咧船一直行，伊叶无放了，噗，伊叶断，这叶断讲惨啊！我破我的界，我做这个章的叶落，因佛教佛的点上，布达加萨巴人的会寿20,000年，因这个会上嗰是济善的会上，特别大啲把家己一人。所以吹无会上通来签会啥讲伊会唔着，伊无吹了啊，未进步了不要紧，有一日伊要死了，伊要断开的点声讲，哎呀，我去破着我的界无完全，今日我要坎坷了，安尼一断开，伊会 last moment 去想着讲我做唔着。安尼小块物件，伊去出世做一个灵王，就出世做灵王呢。伊是一路来借钱的人讲，哎呀，我今日来出世做禽兽的上姑，特别是神来参我坎坷跳出这个苦海，所以伊渐注意看世间有佛无，伊来出世，因为伊人少来出世就这个长，这个灵王，伊会寿真正长3,000,000年，1,000,000年是100万，所以伊人真正会寿真正长，所以伊渐查看世间有佛无，了布达加萨巴这个萨萨那失败了。无人讲，无人咩，所以世间萨萨那无了无佛。了未来啊，伊按照做，逐个即个若是过关的时，伊有一个查某囝，伊即个灵王买来生一个查啊，and then 伊逐个过关的点声，伊互伊头壳，伊灵王啥，咱讲啥喷气清啊咧，开伊头壳，开大的，了互伊查啊徛伫头壳的顶面，了。笑曲，伊逐个笑，伊笑一条诗，逐个伊诗是安咩？虾米款的人是做王？
哈咪款的王是和约会白金，安怎样要脱离这个约会？哈咪事安尼款的人叫伊是简单无智慧的人。伊听台看最最会答应伊这4条的问题，那是最最会晓答应这个4条，伊知讲。这个无人会答应，是佛才会答应。然伊有讲，最最那是会来答应这个4条。我这个查某要做嘢无，啥要查啊要做嘢无，要搭过月光啊！水情人在啲江边，站啲停台，安尼搞到大波啦，四山梅啦，四山讲，无一个会谈。了有一日，不到天要光的点声，观看，原来一个少年家名有达拉，这个少年家是 Brahmin 来，伊的今日伊的生一个罗汉，了佛就伫边去伫这江边，去这江边坐伫树丛下了出一关，再看到这个关啦，挖去看到这个佛。了跪落去，了佛问伊讲：有达啦，你要去倒落？伊讲我要去 try my luck， 看会趁这个查某未？了讲你会晓招我未？我 try 看啦，妄 try 看啦，大人是妄 try 看，所以布达讲我教咯，伊讲好就教啊。所以布达教讲，伊若是问你讲，虾米款的人是正式是王？了，布达讲，你就因为讲，一个人，伊是一个头家，是一个玉梅，玉梅就咩？目睭、鼻啊、鼻孔、喙、骹手、甲心上，伊是头家来，到头边是鼓励，咱是鼓励来，咱无教的人，咱鼓励你看，目睭看到水呢，咱就爱。了，耳仔听着好听啦，咱个爱。咱唔是头家，头家面啥？我唔爱互你入来，像说三毒贪钱钱，唔爱互你入就是唔爱互你入。我有把握。咱来鼓励别，鼓励啊，就叫门开，就别 control 别控制。所以布达解讲 ，He who is master of the 6 doors。或者 master 我叫做头家甲鼓励 master means 啥？你正头家你会控制，你会输家，所以讲不得给你jawab安尼是叫。虾米款的人，虾米款的王，或者控一个约会，掠紧，然不得解。最那是渐流弱甲一个掠紧的物件。伊就是互约会关了，掠着了，然后约会做为头家，伊做鼓励。后头伊是王，伊是这约会的鼓励来，做不得解呢。第3条，安怎样有一个人要金迄甲这个约会，咱不得讲，伊若是唔通渐地流弱甲这个掠紧的物件，伊慢慢会放迄甲。这个约会，第4条咩？安怎安尼款的人，咱叫伊是普通的人，普通的 simpleton 是普通，唔是智慧的人，是 average person。咱不得讲，那是伊问你安尼，你就讲 ，He who delights in them is called a simpleton。最那是渐地流弱这个掠紧的物件，伊是普通的人。但咱大人就是普通，现在老咗，你来动车，大人去看，他们就过来去看，所以这个干了是这，这个是香呢。那是讲啊，他们要吃一本是香，还是讲味道一本是香。所以安尼呢，伊去try的啦，有影就伊就引诱一条约呢，你灵王起来咯，白起来。伊欢喜甲伊用的买烧这个水啊，那江边的人甲了分，
即要辣就掃落去，弄中就搶落去啲，再翹一個綁起來，起來講，伊叫一個少年嘅 master， 到落 where is the Buddha， 伊知有 Buddha 了，一個少年嘅講嗱，大啲長卡，了伊去了看到 Buddha 伊跪拜，了伊喊，講20千年我受戒。保持我受戒甲戒善，我做和尚，今日我嚟出世做抓香菇，是人講啦，特別抓香菇。然後他講，你睇下就要吐，到你有隻香菇禽獸嘅香菇，你別談性格哦。所以前邊一聽了可較好，特別是人呢才會成1個、2個、3個。做禽獸袂，你做紅光，特別你香菇是禽獸嘅香菇，袂談。所以講淡薄咧，這個就是，了佛嘅占聲本是個有一個王叫做八仙那啲王，這個個一條，這個靈你看，伊人好鬥骹手人，這八仙那啲王直接看到一個查某，安尼水，哎喲，特別每人看人嚟噃，了追。無類人嚟噃，安怎一個無類人嘅彈着波安尼水？咱這邊前下句我捌講人聽，有人捌問佛世尊安怎有人出世安尼水，特別安尼歹命？啊，佛陀就講，因為伊自己個暗，伊控制伊聖地，第要緊係是大人啲命，伊頭次伊無命，伊無如靈嘅嘛。你做呢了，你出事冇巴嘅啦，國愛啦，是最你做嘅你嘛，你掉，你一個查某啊，伊還沒事出事水，人那是咩？伊嘛，還是伊巴是大人咩？伊笑，伊吞你嘅身體阿媽 ，sorry 啦，按照你起行間呢，我是囡仔，我是做唔對，你嘛是原諒我咯，阿媽。你面前也水啊，特別你起行嘅是無水，我看到你水我歡喜，你看你無水我本激心呀。你人出來做緊你馬看你馬上唔敢咩？你人出來，所以人那是會 control 安尼，逐個出事水。then 後尾水來出事無水，教因咧大部人是做鼓勵來，他哋看是做鼓勵來，因為伊無正確，聖地好特別保持無，然後。保持有聖地上嘅鬼出事，真正恰事，特別王家王孫啊，大部人會驚伊，巴扎伊保持者，伊保持者，然後出事好嘢，特別伊聖地上嘅鬼，伊上古無水，面本無水，血本無，即個八條經啦，我咪講。所以這個你看，這個王看到這個查某安尼水，然後伊就想辦法。我袂去查某做某，你安怎做啊？所以叫伊大部人來，我愛你食，做工教我。然後古時嘅王是啥dictator，伊教你袂使講無，所以就做。所以王自己辦你啊咩？你去啲印度大山，摕好我就好款嘅蓮花甲一個土。摕來了啊！這個我要做藥，袂使過6點。我要長一個時，我要用這個蓮花甲這個土。你若是摕來袂好摕來，我要斬你頭殼。所以斬你頭殼咧，要摕也無了啦，伊是安尼想啦。所以這個人講，差嘛，安怎要去摕咧？幾點鐘啊？要叫我去摕這個喜馬拉雅山頂安怎去摕啊？所以對去甲伊無講，看咩啊，主邊啊，我就要去陽明山去吹這個土啊。了，無西米下啲行路，安尼未聽睇個本色啊！伊摕你拿，對你行路係你拿伊係你行路，飛團係邊邊，一半啲行，一半你背啲主啲你拿伊，安尼直直去到半路，伊變色了就是。哎呀，行本無夠幾支條啊，慘！你安怎做？伊講，行就是死了。所以安怎做？你看，伊摕這個背，然後伊跪落伊天堂，伊要搞個印度大，要挖迄邊啊，
哦哟，路人这个山神那是哈密红光啊，那是讲路人有影去嫌我啊，都拢来斗骹手，我今日保死一个，伊卡一盘互去食啊，向边去食啊，路人食，食了个不要紧，伊个卡个一摆压掉咧缸咧位，尼讲，好我保死这壶，然伊跪落，这个功德我本好路人山神甲这个红光有点边。了，那是下年你独龙斗骹手啊啦，我去未到啦，你人压这个土甲这个莲花来，不太点声，这个物件有，你看，人蛮了久啊，点边个咧哪家是这个灵王，大啲咧这个所在莲花的所在，就在讲哦，就一直来救这个人，所以压来变做一个老阿伯，压来莲花个土，安尼压转去。未到6点，尼往过头贪心，伊就啲无就无时间啦，伊就啲冚较早。and then 伊冚较早呢，伊再讲日头未落山，你看伊冚梅了，叫天叫地做煞事，无寡人啊，就巧人为了人要压迫啊，叫天叫地做煞事啊，这个王是就啲要找我死啊！日头都未落山，伊讲袂使日头落山，现在我转来就未到落山，我趁了这个土甲这个了按照做，伊下啲咧社门的位，下啲社门咧，咁完啦，啥叫神叫地，伊叫神叫地，忽一暝王未困，渐目看到咩，看到就无影无只，伊听到四行，伊四行听了无几个长。伊听到咩地击落啲吼，这个地击落啲吼就是抢人的毛，然伊马在天空啊，早去问，忽时阵啊，我昨暝安尼我听到如梭拉咩叶巴里话，要王讲就是这个死的人，故事是大富王，看到到了这查某买就是买，累去。你查某若是无力，看到女 OK， 若是无，你再想去白顶在白天公主，伊古白跑屋，呀，向间拖来，最讲做咩？我爸是官，做这个时候呢，伊故事是大富王，做不到讲，这个就是你大富王的囝，开这路款的女，今日伊人伫收伫杀这个。你大囝伫杀番猪安尼，人安尼样拄好迄个人啊，伊也咧迄个烤了下，无伊通去，伊去土地暗，了听着忽地讲一个经，伊看着这个王啊，伊看着这个王，了这个包这个无理人啊，伊再讲啊。Diga Jagarato Rati Bigang Santana Yojanang Digo Balanang Sangsaro Saddamang Avijanatang 哇！咩是真正长啊，人未困的点声，伊点点笑嘛，在个枕头就枕头，枕未几暝未困啊。这个苦海啊是真正长啊，人来无想要做好啊。and 这边啊，王家称我王家，人那是安尼做啊，三沙拉是真正长了，王家大唔敢了，就安尼放。所以你看这灵王斗骹手人诶，特别做恶的真正济，特别做恶的我讲未了，这个故事他啦，我讲一条。这个咱有看到咱的菩萨，咱的佛去做菩萨的点声，伊有一日安尼哦，一个王伊有一个后生，特别这个后生，达人真正西洋的后生，了伊看达人真伊百姓真正西洋伊一个太子，了伊煞食醋，我阿爸本来食醋，伊讲伊囝囝，你唔使大教我，你去大大陆，但我死了的时，你才来做王，所以赶伊囝走，所以囝去到了去伫巴位，然后咧巴近伫这海的边啊，近伫海的边啊来，下面伊家己搭一个手镜，
想做hermit想修行嘅人，即太祖是好嘅人，伊修行。特別伊是唔是正式修行噶？伊是講互阿爸趕了無大話，伊就要去大迄邊，所以去大。唔都大啲咧海嘅邊啊，有一個那家嘅查某，那家嘅查某掂無掂，伊起來，伊要起來嘅時，伊變做人了，伊行來行去，伊看到啲沙位，有人嘅腳隻，再對隻腳隻，看到這個厝囝，看到這厝囝了，伊就看，這個厝囝有人大，特別人無佇，佢在這個太祖出去吹這個磨，吹這個長嘅磨啲食，所以這個哪家嘅查某呢？伊要看，這個正修行嘅人啊，是無正修行嘅人，伊安怎做？伊抾喺門窗互清氣，伊係花，然伊對。了這太祖對來看，自己抾喺門窗間咧好事，了佫有荷花，了伊講啊，袂要緊，伊做伊困咯。特別這個靈王，這個靈嘅查某啊，伊知，若是一個人，伊正修行，伊定就掂迄搭這個花，你人知受八戒，袂使係芳嘅物件，所以伊就伊講，若是這個人啊，伊若是無體格這個花。伊照這個花，伊困落去，伊唔是正式修行嘅人。所以馬在這個哪家嘅查某來看，伊困喺花頂面，伊唔是正修行，我要來請伊。第二日伊裝較水，太祖過來，哇，個 special 個困咯。第三日伊講袂使啦，唔使繼續做，我要來等看。然後第三日這個哪家嘅查某來，哪家嘅查某來呢？伊走出來。你自己按照來自這邊，人講我是哪家嘅查某，我袂，我actually嘅經講是，我係達波人死了，所以我尋日家己出來睇咧，行看了看咧，所以你若是無達波人，所以做紅家，所以這邊我要講人聽，神甲人本會，所以做紅家。生兩個囝，一個查甫甲一個查某，且嘛是這個抓神人，到阿爸是人來正太祖。然有一日，伊個國家迄邊嘅人來找這捧茶，來甲這個爸看到這個太祖，了再講這個太祖大佇這邊，了轉去佢講我看到太祖，拄到伊轉去嘅時，阿爸這個太祖阿爸死。了伊講互迄邊國家一個人聽講，這個太祖有啲路，所以人來請伊去做王。了這哪個這個王，這個太祖他來做王，伊講互某聽，這個靈嘅查某，伊講你對我去，你做王了，我做王。了講這個查某唔係，因為這個查某講嘅話你通聽，我人哪個，我人嘅喙真也毒。伊人是啥較毒嘅碰伊清，啥無着人是死嘅，所以白日我若是做王鳥，你個國家會真正亂。若是我會坐紅起，我用目睭上嗰啲查某本死，所以我袂去。你袂去安怎做？講咧，你做落去，你去做咧，你做王，了一頓，了小時甲伊囝，了伊講互伊一個王聽。我嘅囝是一半是咧，特別是人，伊囝是對阿爸，特別伊人，因為我是水質較濟人，所以你睇下一個囝，你就要安怎做？你要轉去你國家，你做一隻船，了，互伊人佚佗水一路來安尼，直直佚佗大啲水，了伊人把你食哇！無論若是講點樣去坐馬車，到甲迄邊也是，所以去到迄邊。伊一個太祖做王，了這兩個囝，直直大漢了，這個查某落去佇這個海底了，上邊啊，再講這個查某對着一個人了生囝，上邊海靈王來討親，甲這個王，睇下有兩個查某來討伊查某，這個就討查某頭講，你王唔係好，伊講這個抓個了，這是。抓神了，滿啦！我人是人，我人落機卡，我袂使互我
and then 福建在这条故事真啊长，若是要讲起来三日才了。所以卖好了要做一边啊，手掌搭咧手掌搭咧手条拢总抓啲古龙，水把青只会抓，大人这边讲那边讲正讲，尾来往就引了抓去了。伊要落啊！那时伊互伊查某大伫一个所在，伊变一个王宫，大伫所在了困毋知人，噗伊落伫下底了，落下底伫海了生4个囝，咱的这个萨迦牟尼佛伊做菩萨的时，伊来做一个囝，所以你看咱的菩萨，伊家也嘛是半抓半人的人那些。所以这边你看这安尼哦，咱要知哦，有安尼款的故事伫这个世间哦。落来我要讲啊，这个加鲁达第二言，他那头言第二言第一言是加鲁达是就好鸟钱，就好款的鸟啊！你人看那是开飞船包，你看加鲁达 Airlines、印度尼西亚 Airlines， 古时有安尼款的鸟，来出事的点声。较早几年，还未来出事的时，有一只鸟住伫印度，了黄鸟坐伫草坡，安尼了夹一个被单，红的被单，安尼印度大山真正冷，这个鸟从顶面落来，用伊的鸟来咬起咧黄鸟，起甲水白几条，住伫长顶的位，了放安尼咧查某嚷了只鸟走。了你查某看，住伫顶面长顶，伊本9月，这个鸟牙咧黄鸟起伫长顶，然后一暝伊生囝，伊长顶，这个甲了英国来看，有个人生囝就住伫人车本有这摩托车本囝出。有当时住伫街路时去 supermarket， 我不到车了咯，但无定做 supermarket 本生本有。这个你看，就看是长顶生，这条故事本真正长，不大讲着。伊英国安怎来？但是有个人啊，无后爸无乱做爸无，佢生囝看过你讲天话啊！我是无做这啊，你无做这啊，你做你心嘛都心肝疼，所以生囝凄惨。所以这加鲁达的点声，未来无了 extinct 是无了，世间无这个物件了。特别Ceylon 的这个历史有一个险边啊，这回翔有一个老回翔，伊是死过罗汉，伊要死了，伊要离开世间，了这回翔拢总来，福州的点声 Ceylon 佛教真正兴，死过罗汉真正济，特别拢总无心动力，因为虾米事，伊人拢总坐这个vipassana禅，像谈下咱做来生佛灵，或者来生死过罗汉，无心动力的，了有一个。伊有行动力，伊住伫8点坐三马大线，了拢总来休息来看这个回翔老回翔，了一个哪家，这个抓钱翁讲变做人，本要来休息，要来看这个老回翔，伫喘了要死了，伊这边伫行咧，人大人唔知看了是人。顶面这个加鲁达看着，加鲁达是鸟钱，伊人甲抓逐个弯道，所以这加鲁达飞过来，伊看，伊唔是看着人，伊看着是这个哪家，伊人看着哪家定着要食，所以落来要食这个哪家，特别迄个回翔讲伊有行动力咧，伊看这鸟飞来呐，伊。变好这个一粒巴肚大粒巴肚冚起这个那个，然后你看伊这落来呢，这个那个无地，然后到啲巴肚的那边，然后到了会上看了，讲杀戮，按照杀戮，然后你救着这个那个，无不然人无人大人无行动力，就只条那个，就死的，伊来做一个好心。要来啥讲礼貌甲这个回翔，了安尼来礼貌，伊来死，伊讲真正烧死着咱回翔，人拢总安尼坐，甲若是罗汉，佫未救着伊命，今日愈一个来，甲才会救着。住伫这边一只，住伫
พุทธ来宾有 explain， 所以教这边我讲两行了，是naga 就是只抓钱，然后抓钱的顶面第二言就是叫交钱，叫 Garuda， 一本是红光来，但比如话是伊人较无做乱人，即 naga 爱做乱人，做乱人真正济。然后后礼拜我才讲一个，落来就即雅卡班杜拉甲一个班杜拉甲個一個咁樣隆重，就後禮拜我才刷落，然後就安尼我去這第二眼紅光，แล้ว第三眼、第四眼，我想個計5六地，每來結每我才講安怎這煮成，安怎這煮化了燒火還是水還是風，燒甲無了，個變到對有，了人來出事火燒幾百千年。咱安怎要人變會曉偷睇，會曉騙話，會曉貪心，這邊個了伊叫 cosmology of Buddhism according to Buddha's teaching。聽了咱就明白，實在咱來睇下咱來出事啊，是講這人是大垃圾，咱看了先來咯。實在睇咱來講啊，你人袂曉騙話，講是戇呆嘅人，戇呆嘅人才袂曉騙話，特別新鮮啊人。真正將佢無騙話無蝦米，袂曉偷摕，袂曉貪心，所以人會受長，就是咱上搞就會受煞底去了。咱就做戇呆，達人，特別戇呆看有兩款戇呆，一款戇呆是啥流爛蝦米嘅咯，你成白色啲戇呆無路用嘅，戇呆面啥唔通頑強啲啊，成講咪貪。家己嘅是家己嘅，別人嘅是別人嘅，咱喙達過講是真實嘅話，安尼啦就是講，唔使講講大，即係是講聰明嘅人、搞嘅人，and then 伊達過出事就是天頂，還是來做人是300千年，就到這邊為止，咱來回向。即個靈甲照錢，老人頂禮拜有聽了。佢這個靈就是想講naga靈王，然後 Garuda 是照錢，落來個有幾哪行，特別今日我要講是，我要冒甲了攏總學了，今日我要講是雅卡本是一個神，大啲這個世間，伊真正本是四大金剛之冠，伊是北邊嘅四大金剛，這個靈就是西邊嘅。四大金剛之冠，然後這個雅卡就是北邊嘅 North， 這個四大金剛之國，這個安怎就過一人，這個神嘅人較濟聽雅車，你人捌聽無？有當時人去啲山去倒落轉來，了講無好事，馬只後日啊，我聽講死，你看有個人去站只大樟嘅樹樟，了無偌久呢，聽講伊破病就安尼死。這個咁樣有，頂禮拜我講啊，話你長身會上站冇你長你看，所以這個咁樣唔通看，無樣無食，哦，這個神啊，咪無看到，唔使去講，唔免去相信，這個不但係話無咧無錯，真正濟人若是講你看，伊人若是有濟善，有蝦米去啲巴，有時你感覺到這物件，แล้ว這個啊，死這個。會叫我講，咱這個做人嘅主，你要起甲這四大金剛有過這個4眼，實在甲了5眼，頭一眼是過這個靈王，第2眼過這照錢，第3眼你人叫這雅卡、甘達巴、班杜拉，這個甲了攏總是這個神較雅車嘅物件，伊人無蝦米大啲四大金剛嘅前頂，較濟人漸漸大啲，咱這個世間咱一個人之大嘅所在，特別人無看到，無相信，特別伊人本有啥，你人捌看，就是我捌講一條故事，講啊，你回想要去討食，是聽到你五鬼囝佇討，慢地看咩叫啊，馬對人我不到腰，然後伊看了你一講我看袂到，然後你鬼囝也這個物件可以認，即係認咧看到你鬼囝，所以這個。雅卡本是伊人有這個物件，有當時，但係你談慢我才落來，才你才聽話。你這個雅卡啊，伊人真啊，伊人啊，
自己暗渐渐有当时啊，渐渐爱冲敌做乱人，做乱禽兽。and then 那是伊来真正坐来做乱，人就冤。所以你看，有时人就冤啊，就是讲这垃圾物真正济。福建嘅在内有一个有一个所在叫做维沙里就冤，一日死就300人，有时成千人，一日死安尼济，三摆买来人无力，三摆要讲也只死人去打啊，是讲咱讲正这边讲啊，三摆买无棺材，伊人叫人家无棺材，人家了也去沉落山啊，是去打啊，是去沉落海，三摆买来就冤太忝，三摆无人去。死了大啲厝了，会使讲无半人去搞了，旁烂臭，所以规个所在干了拢种真正臭味。and then 就无人做，伊个温愈济，三摆买来伊人安怎做？去请佛去伫迄个所在，特别佛还未够呢，落大雨了淹水，意思就是讲床顶倒骹手啊。这只物件流出，这死嘅物件，甲了流出，了佛才去念这条经，叫做拉达那苏达路人逐过看。西人话那是讲伊叫讲念大经，人念这。呀尼的不达尼萨玛嘎达尼布玛尼瓦呀尼瓦达里给萨比瓦布达苏玛那瓦巴万图阿图比萨卡加苏南图巴西当。这边是不达的念这条经，了隆中这亚卡隆中直直走。走了，把路去个所在平安无这个物件，所以着稳的点声本有这压卡来。